开始on。
心嘛。当然，咱若做会员，伊就对一切办法不离初心，这个是契合主义。哦，应无所处，以心以心。这句话，若要以金融业来讲起来，叫做简单。不过伊要讲出这气，这是正经讲理啊。哦，当然，伊这个经验，用的这个经验，做会员来进入。那做会员一切办法，不离初心。就咱讲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，离世的话题，较有不同啦。哦，这是因为，咱做会员，一个天皇一个心意，所以到尾咱讲出，何其出现不足清净，何其出现不生灭，何其出现不动摇，何其出现，这个不足不教，何其出现连心万法。后尾出位，就是讲到数分一流，数分就是讲伊本来，伊是捕捉了实体物件，伊本来就不生灭，伊本来就是清净，伊本来就是动摇，伊本来就是捕捉的物件，这叫做伊的本体。那本体伊上面清，何其出现连心万法，这个办法叫做妙法，这个办法就是在自性中自性中的妙法中。刚才讲的，一切办法不离出现。所以这个当中，咱做会员，好起来，我出发在自性中，出发这个办法这种出发，出发伫咧自性中，这点咱来反映，不可能因为其实要讲经典，然后对头前这里引申过来，咱就要把头前听。既然要讲经文古典单词，咱学校在早头已经有把经文经的头这红页这段已经甲讲过一遍，青页这段讲过。那当然，因为只能用对青页这段讲的，头前段必然讲到知影。所以今仔日咱用到经文经，并且发挥应用第一，咱来做一个今仔日2点钟。把这宝贝，咱做一个讲一个，不过因为咱2点钟后，刚才讲的咱4点半的时阵，咱大家来分享到这2宝贝。刚才讲的，就是唔知无了解，来讲问。你若有讲问，我甲你讲问，我叫你讲问。因为毕竟咱今日唔是看速度。咱唔是看速度，咱就是真正要爱伊，唔是讲我来听听咧，4个会话我来倒等于，无你电脑。甲讲你来，你一定爱查证，无你来怎么创啊？你若在遮，敢若讲坐车去学法律，但是咱看卖伊去查证，即摆要来要看介绍，对不对咱带着来稍微的人方面来看老嘅，所以咱唔是做这个。就是讲今日这段经典。以及咱学讲话有不足，你会当反讲；那因为有无了解，你会当问，甚至咱学校会问咱老师，因为这个互动，不过因为讲好讲歹，问好讲唔歹，甚至我甲你问，你答拢错无记，所以办就是哪，互相授业。咱知影书法题是解题，这部经文经就是书法题。分2对答，伊2对答，2个对答，咱们甲讲起，敢是书法的那这物件，毋是书法的那这物件，因为是因为书法的做一个，这个啥，做一个抛砖引玉啊。大家嘛是，同样讲迄个问题，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就是一千多人拢知影。我若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我唔知。因为我今日咧遮济，我60个，咱若有一个问题抛出来，我相信，我嘛是想要问这个，我嘛是要了解这个。你这个讲出来了后，是毋是大家都知影？第二个问题绝对袂使拄久，这个完全绝对袂使拄久，因为拄久。一般点
恁看到，咱若无用着咱的心识，用咱讲用咱意义，甲看一个物件，咱是看伊表象，咱没有办法看到实相。什么这个表象？表象是有表之象，表面之象，有形之象。那文明这里面，相应这里面的表象，哦，而且这个实相，实相是真实之相，爱的实相的东西，不得你一模一样的给到新闻，理想境界，哦，这个东西所有的文化事件，清代以前，气流以前，学者讲伊个年有些分。不算如此显现一点，我就设计为咱语文如是之间，咱怎样？所有的一定天才一点，伊嘛看出一点，所有的伊看经过伊到第14分来，伊通看出着伊真正的人出。伊讲所有的文学事件，文调不得所讲。甚至用
因为在先进中文就是讲什么物件？哦，书法题，哦，因为一切众生之类，若观性就大性，若心性就化性，若有性就无性，若有性就无性。我来面对无欲和意灭多体，如是无欲无所，变成是无众生可袂报。因为这就是一句讲到呢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伊讲到我空法空，空亦空，伊讲啊三空的道理。那伊讲啊三空的道理当中，如是等啊，如是这个法门，也讲明我拄则讲的这句话话，咱去成这个第三分别的进度，咱接的。啊，接落去，因为这叫做发起系，发起啊，发起，这个发起书，发起系，那安尼讲，你发起来，你含后边这个东西，头前这两个有意思，头前这两个，所以伊这个发起系就是讲，你发起。